分开以后的你，就像一个幽灵，不定时触摸我敏感的神经，来去无踪影。就算再多热闹，多开心的场景，想到你我就突然变得安静，将一种应激翻译。你总是不断的扫兴，抹杀所有风景，让快乐一瞬间被叫停。除了你我已经百毒不侵，我要何时才对你脱敏？你总是不断的扫兴，破坏每个梦境，让我叹息在每个黎明。一个人要怎么去完成两个人做的决定？爱根本就是一个人的事情，无关于他人。你所有的热情在他身上投影，但他未必给你想要的回应，所以心一回。抹杀所有风景，让快乐一瞬间被交替。除了你我已经百毒不侵，我要何时才对你脱敏？你总是不断的扫兴，破坏每个梦境，让我叹息在每个黎明。一个人要怎么去完成两个人做的决定？是不断的扫兴，抹杀所有风景，让快乐一瞬间被叫停。除了你我已经百毒不侵，我要何时才对你脱敏？你总是不断的扫兴，破坏每个梦境，让我叹息在每个黎明。一个人要怎么去完成两个人做的决定？